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 Mr. Fun 嘅頻道。2025年已經尾聲 ，AI 同機械人發展到完全失控，晶片越嚟越勁，機械人越嚟越平，量子電腦都開始實用。再過50年，99%嘅物質同服務成本會趨近零。一件 T 恤幾蚊，一架私人飛船可能同而家買 Corolla 差唔多，電影遊戲更加免費。咁問題來了，當所有嘢都唔值錢之後，仲有咩生意係做得過，甚至越做越貴？今日我一次過同你講晒6樣未來最賺錢嘅行業，睇完你會即刻明白點解而家要開始做 YouTube。Like 加訂閱先，開鈴鐺，準備好未出發？第一部分 AI 點解會指數級爆發？首先要明白一個殘酷事實 ，AI 唔係慢慢進步，而係指數級爆發。三大引擎同時開到盡。一、晶片瘋狂進化。2025年已經係 AI 晶片黃金時代。Nvidia、Blackwell、Apple M5、Google Ironwood、華為3納米，性能升10、50倍，成本反而跌。邊緣 AI 普及到手機眼鏡全部有超腦。二、超級電腦加量子電腦做火箭助推器。Tesla Cortex 2、IBM 1386量子位元、C Quantum 實用級量子電腦即將上線，訓練萬億參數模型，由幾個月變幾日。藥物、材料、物流優化幾小時搞掂。三、機械人全面入侵。Tesla Optimus 2026年量產，預計10年內跌到$1000一部。中國已經$6000有交易。微型、飛行、潛水機械人都排住隊出世，將來連煮飯、摺衫、陪老人家傾偈都係機械人做。結論只有一句：勞動邊際成本趨近零，物質稀缺時代經已完結。第二部分，新稀缺時代來臨，但人類有3樣嘢永遠買唔到多：一、時間，你活到150歲都只得24小時；二、實體空間，地球咁大，馬爾代夫沙灘唔會多1倍；三、真實嘅人類情感同影響力 ，AI 再次都代替唔到心跳加速嗰一下。所以將來經濟會由物質稀缺變成時間乘空間乘真人影響力嘅稀缺。體驗經濟加影響力，經濟會係最終形態。第三部分，未來6大最賺錢行業：一、旅遊同自然奇觀。南極、馬爾代夫水屋、埃及金字塔、冰島極光，名額每日有限 ，AI 製造唔到多一粒沙，票價只會越拍越貴。二、高級餐廳加米芝蓮現場體驗，主廚現場煮，稀缺食材、氣氛、人情味 ，AI 煮得出菜，但冇咗個現場嗰種儀式感，大家肯俾10幾萬一餐都排隊。三、現場演出、演唱會、體育賽事，周傑倫、Taylor Swift、NBA 總決賽現場，場館得幾萬個位，你150歲可能都得一次機會，票價20萬一張都正常。四、沉浸式主題樂園同實體體驗，迪士尼、環球影城，未來實體加 VR 混合樂園，實體空間有限，將來變成全球富豪俱樂部。五、古董藝術品，限量真品收藏，梵谷真跡，1950年代 Rolex， 稀有 Pokemon 卡 ，AI 畫得出，但永遠唔係真品，越來越貴。六、真人網紅加 AI 槓桿，等於未來最恐怖嘅賺錢機器。AI 可以生成無限虛擬網紅，一條片 AI 即刻翻譯100種語言，上載全球100個平台。AI 24小時幫你出 Shorts、剪輯、寫腳本、回留言，你瞓覺都有分身喺度開直播同粉絲互動。原本 MrBeast 一年出100條片，將來一個頂級網紅可以1年出1萬條優質內容，粉絲由1000萬變幾億，影響力爆棚。帶貨、會員、課金、聯成、賣廣告，甚至賣自己數字分身使用權，一個人打爆成個傳統娛樂圈。到時一個頭部網紅連入幾十億美金都唔出奇。所以將來最有錢嘅人唔係開工廠，唔係炒樓，而係嗰啲懂得用 AI 放大自己影響力嘅網紅。七、元宇宙經濟，呢個就較為詳細，我另外一集再講。總結一句，當99%嘅嘢都變唔值錢，最值錢嘅永遠係真人影響力加 AI 槓桿。你而家喺度睇緊呢條片，開始做 YouTube， 建立個人品牌，所以仲等咩？而家就係最好嘅時機，即刻開機拍你嘅第一條片啦！留言話我知你想做咩類型嘅網紅，鍾意呢條片嘅朋友請 like 訂閱同開鈴鐺。而家最值得投資嘅唔係其他，係你嘅影響力加你嘅時間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我係 Mr. Fun，我哋下條片見。